漫威英雄中口口相传着一句实话：富人靠科技，穷人靠变异。那么鹰眼到底又靠的是什么呢？他既没有天生的神力，又没有高新的技术，更没有黑寡妇那样逆天的颜值，还硬生生的以凡人之躯被炸成了龙子。是人是神都在秀，只有鹰眼在挨揍。你说钢铁侠为啥不给他设计一套战甲呢？不过这种所谓的不公平也并不是绝对的，每个英雄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价值。鹰眼拥有超强的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，是地球上已知最强的弓箭手之一，几秒内就能射出很多支箭。但鹰眼的箭头并不是无限，为了保证输出，他会在战斗中回收箭头，反复发挥各种箭头的惊人威力。诡计之神洛基就是低估了鹰眼的实力，才会阴沟里翻船被拉下了神坛。虽然鹰眼中途走过一段弯路，却丝毫不影响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2012年，洛基用心灵权杖控制了鹰眼，成为黑化的傀儡后，他通过自身的指挥能力袭击了神盾局的空中基地，令其他复仇者望而生畏。最后的激战中，是寡姐唤醒了他的意识，清醒后的鹰眼愧疚不已，想必这段经历也将成为他的痛苦回忆之一。但吃过亏的人自然会有个好记性。绯红女巫的出现，导致初代复仇者成员被他的幻想侵蚀，而鹰眼似乎已经对心灵控制有了免疫，促使他能预判出对方的预判，并做出相应的反应，避免受到迷惑。甚至他还可以反向帮助旺达克服恐惧，成功将旺达拉拢进复仇者战队。另外，灭霸老贼说好的，一个响指带走地球上50%的人口。鹰眼虽然幸免遇难，可全家却都二阳消失了。最痛苦的不是离去之人，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生还者。自此，鹰眼走上了平行的另外一条路，化身黑暗中伸张正义的杀戮浪人。幸好他再次被寡姐拯救，鹰眼与其他复仇者穿越时空救回了其他人，但家人团聚的他并没有半点喜悦，因为他为此失去了如同兄妹的挚友寡姐。No. No. 大战后的和平时期，剧院上演了复仇者联盟的舞台剧。此时鹰眼的内心承受了太多东西，满眼尽是思念悔恨的悲伤，甚至他一度开始怀疑灭霸当时的做法似乎才是对的。可电视上的新闻打破了宁静，神秘人竟穿着他的浪人战衣到处行侠仗义，而这件战衣曾得罪过很多黑帮分子。鹰眼不想再看到无辜的人替他而死，其实假扮的人与他也有些渊源。纽约之战中，鹰眼救过一位小女孩，当时他帅气的身影深深刻在了对方的脑海里。自此凯特立志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超级英雄，于是鹰眼也即将要开启刷怪带娃的里程。